给你的天空也变。这个版本你再给我读啊！其实我真的很想哭，是哪一部我没有听过这个版本。高同台学士哦，翻来。高龙太后啦，举办歌唱比赛哦，这样还去做评审。表示个评审的水平无一好。心多快哟，我唱到的心爽，闹热打你腿，闹热降下来。6场积分赛的天一礼拜，天一礼拜咧来比赛之前介绍完的编制是啥？来，是四比是啥？是十比是啥？总比是啥？王一比是啥？积分赛比赛规则，大礼拜3天无共样的主题。参赛者最有主题7家选歌的，积分最高的前5名就做在今年年初总决赛哦。好嘞，讲一下你评分的规则。哦，抢4位先生。哦，跳球冇错呀，冇乜關係，冇乜關係，順口冇言點條也係約數，不清楚。OK， 見過上個禮拜哈，睇下積分賽、T 拜積分賽，唔啲應該係呢觀眾朋友全部有注意到，呢今邊嘅線數，也擺線數真係當厲害哈，真係做到。脱胎換骨啊！然後聽一些嘅部分呢，就係在禮拜咩當中有一個比賽嘅方式，就係講呢主題係聽到呢經典嘅重現嘅改變嘅主題，所以呢呀嘅部分呢，睇講啊香港睇個先關注地步，一定會有一首當經典嘅歌嘅，唱嚟就會喜歡鄧麗君嘅歌嘅，樣板一來呀種東西，表現出來有客家歌嘅東西呢，所以呀擺嘅比賽有兩種。特別咧地方，大家可能要注意，第一咧就係佢唔係客家歌曲，可能要改變歌詞來參賽也擺嘅比賽。第二就係可能唔通到嘅係本身做人嘅客家歌，啱過呢係咪另外一種表現呢節奏的方式，也不一樣的速度嘅模式來改變一下無共樣風格嘅部分來表現一啲亞洲舞台，有乜嘅無共樣地方，本來呢電視觀眾們一起收看。好 ，OK， 安子先。好了，我很期待啊！今天這個吉亞的線的歌誒，還擘開他個比較熟悉的一些歌曲，可能對佢沒有特殊嘅意義啦。哦，改變到客家歌曲，客家嘅文史以後，有乜冇共用？好嘞，來睇下 TV。王一涵帶來有一種悲傷。哎呦！有一種悲傷。阿玲的歌。阿玲誒。哎呦，來，看啦嚇。
几个脸。谢谢。又要拜了，又会拜嘞，拜一下。哇哦，你哭了哦？没有没有，你哭了，我以为你哭了，自己唱到哭了。知道吗？又冷气很冷啊，对，你就已经很冷了，然后又听到他的表现，那个鸡皮疙瘩2层呢。哦，真的很棒。你好厉害！这个歌词，我刚还你在唱的时候，我还对照着那个原本的歌词跟你的歌词，其实大部分冇共樣咧，冇共樣呀，大部分冇共樣咧。怪别人去家给干讲，嘿，然后因为我想要有那种韵脚是对的，所以客家的歌词就不一样这样。哦，真的，你就完全是这个花心思下去，然后自己这样子修改，对对对，自己去填一些课。问题，对于客家的诗也都你按了解，有办法改都按好。因为其实它就跟写歌一样，对，因为就是在改的过程，只是我觉得比较容易，比起创作的话，对，因为创作是从无到有，然后只是改的时候，我会想说要用怎么样的词会更贴近的。对，你不能直接翻，有时候跟那个韵脚会不太一样嘛。你看刚刚那个无法遗忘，他还给创了嘛，我还记得，哎，那就很有客家的味道。哎，你好厉害！谢谢。好迷的，真的。对呀，来，哎，表演起来，唐先生的公平。雨涵，我觉得我这种给别的表演，应该讲杨树国外，我喜欢你那种小转音的自然纯熟。好，难怪呢，你就会讲你个狗伤啊。对于宿舍你都压哈，我好喜欢你这种时尚性的感觉。好，就是不管是不过呢，要祭拜诶，看你从开始唱大歌了以后，我对你有另外一个想法，所以讲我知道我发现你的弹性跑出来了。对啊，好，你整个伸缩自如哎。对，我不知道你对超其实我超喜欢你今天副歌的处理，哈，就是我看到的一种大解放。就会比较可惜，就是说因为。本身唐东也嘅重大音，按讲嘅重大音，照你来讲也嘅高音，係要按你力量送出來的話，應該會更漂亮。只是就我剛剛講，就差了那個力量，高音的力量送的時候，可以再送得更多一點的話，我覺得會更好。我喜歡看到解放的
黄宇涵。我希望能够未来，当然能够朝向我们G娜前进。对，加油加油哈！没有啦，很棒，冇空用，神出来不分吗？加油哈 ！OK。哦，什么部长？啊，真的这个是很惊艳的表现，都看一下，都拿到一朵粉来。看一下王一环嘅分数。我撈到，可能會98分呀，98分，99分呢？哦，怎麼樣給你23呢？對啊，都94分。對啊，這分數上禮拜的吧95，哇呀，禮拜94，加油，好不好？哎呀，這個禮拜真的哇，這首歌真的強度嘿，又讓我受驚了哈，對，太恐怖了。不要常常讓我們受驚了，謝謝。恭喜94分，加油啊！還有幾個禮拜，希臘禮拜，好嘛？加油！好了，回頭消息，希禮拜，錯，沙下來咧，沙下來係陳凱水帶來永遠，哇，名師大作。月前嘅天，係愛水面一擺嘅你嘅面，小小嘅起佇門前，看得愛夜空夜夜，我愛你開你的多年，讓你嘅心含慶陽中天。看到你嘅中央要給面，層層嘅雨。過安多年，是飽水就盼的，高位愛總因色彩無欺騙，雖然愛離開無卡安多年，你比愛的心還得靈靈去強烈，掠下給你的天空嘅片，你本你嘅思念，無停，無改變你過每年。像你的安布條，就看你的相片，掠下給你的天空嘅片，不是擦過莫自戀戀，愛會上萬個每一年，等下你重逢變面的世界，愛的愛也是你，一定會放來，記得你。雌雄的永遠，看到你的中央要給面，層層的雨，過安多年，是飽水就盼的，高位愛總因色彩無欺騙，雖然愛離開無卡安多年，你比愛的心還更輕去強烈。掠下給你的天空嘅片，基本你嘅思念，無停，無愛比你過每年，像你嘅安布條，就看你嘅相片，掠下給你的天空嘅片，是太多莫自戀戀，愛會上萬個每一年，等下你重逢變面嘅世界。愛的愛也是你，一定會放來，記得你雌雄的永遠。有人給我這個版本你再給我讀啊！其實我真的很想哭。哇，是哪一部分？我沒有聽過這個版本，把你弄成這樣子，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對啊，然後人家說10年磨一劍，對，我就是10年變不見。哎，沒有啦，不一樣的感覺。說真的，這樣歡迎分享所有嘅
军教片哈，可以拿去用，因为做的嘞，周边的时间用阿爸阿妹做的用哈。那如果是这个，譬如说要征召入伍的，也可以用哦，来这边报效国家，好好的养阿公阿妈。请多用《爱用容颜》这首歌。对，会是应该等很久了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因为有种想法呢，然后各位编奏跟有滚的版本呢，还蛮好玩的呢，很热血的感觉。因为我是想说，其实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对我自己在季赛有唱过嘛，然后我就觉得，那我是不是可以换一种心情，就是不是这么悲伤的感觉？我是可以想到阿嬷是很快乐的，对那种不一样的反差感觉。然后我就跟一些老师啊，就是以前唱片公司的老师什么讨论一下，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然后请他们帮我做一个简单的那种 demo，然后我来唱唱看。他们说还不错，这种感觉还不错，真的，很热血。对啊，你看改编就会某空用那种韵味啊，对，某空用很厉害，有这种创意，有这种想法，挑战一下，对哦，不错，改天把他的一些什么放克的那一些改成慢歌，改成慢歌，卖酒歌，欢迎啊，都做的欢迎太几个，就看那个米头没做的啊，做的没问题，好，安内的唱的，我们请原唱 ，Hello，拍谁，我们好，对，我们在很多话聊呢，对，很多话聊啊，平常我们也不方便聊，好，龙来公平下，对啊，好，加20节目哈，什么东都，客家乡亲、客家天团还有天视团、绿调属国客的支持。我觉得我得到最多的鼓励是我到每一个节目去当三年，每一个人听完这首歌都跟我分享他跟阿婆、他跟阿公、他跟妈妈，甚至他心爱的人，甚至宠物离别的心情，然后就得到这些疗愈。其实这是我最大的收获，并不是这首歌出去以后。我自己怎么样？而是我觉得这件事很棒，就是就像可以使用给我因为期望快快乐乐的让阿婆看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这个利益是很棒的。那我们就回到唱歌的部分，为什么我们刚刚在讨论了那么久？就是因为很可惜，你唱这个歌这个节奏，今天这首歌你又回到你过去的快衰，你知道吗？你第一句你就已经有那个。你以前唱台语歌的那个声线就出来了。那我觉得有好多句都变成，我怎么又听到？你不是修好了吗？你可能自己忘记，因为第二周快，因为是节奏太强。对，我要讲就节奏太强，跟节奏太快了，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消化这个东西。你可能把你自己不知道，你可能把你过去的功力拿出来，那可是功力可能摆在这里就比较不适合。那我跟施伟老师一样，我比较在意的是这个。整个歌曲的 grooving 就是它的节奏感，你其实没有唱，你还是用那种抒情的方式去唱，你只是用力而已，用力并不表示你有节奏感。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个地方。然后我觉得小康老师把这个编曲编得很好，因为他在主歌的2段，他其实节奏是有不一样的。那你其实不一样，你就要把那个落差唱出来。但是我还是要肯定你，因为我第一次真的唱听到这首歌这样改编，我觉得蛮好的，因为就很像回到双星报喜，有没有？这位老师，那你愿意用这个节奏来演唱这首歌？做对啦，可以来。来，这位老师来，请到C位。来，谢谢。天，爱水每一摆建议给你，细细的起伫门前，看见爱的行业。我带你快步拍去多年，你偏爱的心，含着日日去向前。两个你的天堂地北，基本已经思念无目的。无爱批评，无言孤寂，上一个安抚头就看你的相片，两个你的天堂地北，不是早到梦成恋恋，来过3万5回一年，等你重播延绵的世界，来等来了岁月。一定会好来，记得你思想的永远。
耶！看到11点，看有吗？对对，哎，真的会想起。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他一般就过2半分，就后来就不会丢了呀。也可以啦，那我觉得歌有时候感伤是这首歌这次给大家感觉是感伤是留在心里头的，但是要好好的走出去，就是哭完以后的笑容要比哭之前更灿烂，更灿烂，要懂冲要知道的，可以吗？刚刚这样唱可以吗？好，对，开玩笑，哎，你是原作者原唱哎，你没有，你是不好意思讲完。好了，谢谢小康老师，谢谢这位老师的示范哈，也希望这首歌哈，说真的能够让更多的不同族群的朋友能够关注到。好，谢谢。然后接下来我要出的就是 remix 的版本，remix 电音版嘛，对，欧陆舞曲的版本。好了，来可以哈，安尼，唔記得咧，差啲唔記得，還蠻看分數啊，哦，看一下陳凱水嘅分數。浩辰真的是啊，這個為了我們節目要唱這一首歌，然後特別還把陳達先生都找來。來，專家你來一下，來。好了，這段剪掉，謝謝。給卡上呢啊！看一下陳凱水嘅分數。聲音那分數還好，還要繼續加強，好不好？好，所以那個有時候要注意一下，因為節奏太強，你會想要跟着那個節奏，要把這個力量放大，結果就會兩個眼本的東西就會走出來，好嗎？好，下一次要注意啊！好，加油！好，謝謝，回座休息。謝謝各位。好的，沙下來呢？沙下來，你好神我帶來，Nicky。哎呦！再唱一段那個啊，思想起，思想起，歌唱一段。思想起，唱一段思想起。衝一段同山野，行唔平嘅坎坷路，就像祖先嘅腳印。南日記錄夜輕，兩三上五上跳，路過樹徑上寒菜。看到很重嘅春天，落山風在向我憂傷，來過去接定你嘅遊子步。唱一段思想起，南日記錄夜景。上山
故事經常看似温度很純嘅春意，落山風吹向河。浩辰真的是啊，这个为了我们节目要唱这一首歌，然后特别还把陈达先生都找来了，厉害了，这个哦，给他新颖哦。陈达水地该水冻球嘞，哦，金咩陳達呀？金咩啦，沒，那有槍了，佢係滿演啊，啊，滿演啊，然後係愛朋友給我的，你的名字是？我叫曾俊格，對，俊格，哦，哎，這麼年輕會想要學這個樂琴，其實佢係因為愛，張藝豪嘅，佢那兩個來彈，佢本身咪彈兩個。哦，他本身不是彈這個的。哦，他本身是彈吉他的。不是，他是國樂老師，只是他本身彈的是其他的樂器。對。哎呀，你彈的樂器是？我彈主修是中阮跟柳琴。中阮跟柳琴。是，你看，哎，這音樂人就是這樣子，雖然不是主修這個啊，但是 V 都來調國樂，哎，馬上哎，貼練習。哎。其實為了聊條歌曲，佢嘅構思上當叫撈啲討論要用乜嘅樂器，上當叫。其實佢之前一開始講係用一開始說他說要用柳琴或中阮會比較好聽。他說原本樂琴這首歌其實根本也不是用琵琶，不是用樂琴，也不是用樂琴，也不是用樂琴啊，說錯拍一點，對，拍聲，對，不是用樂琴，但是我想因為我想從聊條歌曲這首歌詞本身就是在懷念陳達先生的，對，所以我才一直逼他說我就是要拿着，他說聲音很難聽，我說不會，對啊，你在唱樂器，然後你拿一把吉他在旁邊彈，那很奇怪嘛，對嗎？哈。對啊，對。呀，這種樂器真的，一彈起來就有故事性。對啊。啊，謝謝曾老師。啊，對啊。來，哪一位欣賞的公平？來。是浩辰，我覺得很棒，因為這是一首我非常喜歡的歌。然後今天開始有客語版了。好，真的很棒。那我也看到你非常的用心，因為從你的整個服裝，然後跟老師的配搭，我覺得你非常的用心在這首歌上面的表現，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好的，對，我非常的肯定。那今天這首歌，雖然有的時候我覺得我們人不是樂器，不是樂器，所以難難免免音飄飄，那個我覺得都是 OK， 但是你整體的這個味道的表現，想要呈現的東西，我是能感受到的。但是有一點比較可惜的哈，我想說要跟你分享。因為兩遍歌，其實第一遍是比較思想的。那我覺得這個第一遍歌你的敘述性，我覺得比較欠缺。比較剛開始唱一段這樣子，然後在裡面的感覺，我覺得比較少。那變成第二遍整個樂器出來的時候就剛剛好。那比較可惜的就是說你兩遍的感受就會比較一樣。好，這個是比較可惜。那第一遍其實我聽你唱那個落山風這個地方，我覺得你的風比較小。好，因為落山風像海洋，其實你知道那個感覺應該是要吹出去的。但是第一遍你這樣表示，我想說你可能第一遍比較 OK， 但是第二遍你的表情是一樣的。可是你要想到落山風像海洋，然後吹走什麼東西，是這樣，而不是
你的风只吹到一半。好，这个是我觉得你在表达上是比较可惜的部分。好，加油。好，那这样就一起来看他做的拿多少分了，好不好？看一下李浩森的分数，看看我们陈达先生有没有加到分啊？91分。你看，你来帮忙。嘿，哦，好像没加到什么。我用过。我老係啱自己係問題啦，咁係幾東全經東辛苦。下次，好吧？下次再來。謝謝啊！這個也謝謝你來幫忙，謝謝。什麼好神啊？聽下嚟手機喊一 V 啦，繼續啦，嗨 V 係咪？廖美玲，廖美玲帶來山當烏叫歌，又係乜嘅歌啊？山頂我講兄啦。哦，要咧嘅。来比赛哦！哎，他瞬间又进入另一种模式，又当掉了哈，有一点这种感觉。蟑螂要拿出来了，我刚刚在想要不要降 key， 降 key， 对呀，这样很棒啊，对呀。只是我就觉得，你没客家人呢，他不是客家人，竟然选一个歌词这么多的，改编都客家歌词。
还那个真假音转换那种，你的哦自找麻烦了，你看哈。对啊，我觉得我自找麻烦，真的啊，晕了啦，对啊，不会啦。这个还是制作单位真的是哦，对啊，没杀你了又。哎呀，给到你选的吗？他帮你选的吗？没有啦，他自己选，是我自己选的。你自己选的，你看什么国歌可以选，你怎么会选呢？干嘛选这首？对啊。没有啦，因为想要玩那个有嘞那个哦，两种冲强啊。这个叫什么？好像叫约德尔式吧？约德尔式哈，唱腔声乐转的那种是吗？对，不晓得啊，是吧？是哦，专家来了，专家来，哎，来，专家你来一下，来，好了，这段剪掉，谢谢。是给卡上呢啊？罗哥自己来一下。我刚才前面就已经有了。哦，你刚刚算是不是？来，小康老师来一下。我真的很累了，可以快一点。好累。大家都累了，跳嘞，好嘞。不过真的很厉害，你怎么会就想要选这首歌呢？我觉得很厉害。好，安妮的唱的，好，这样欣赏。其實給俾你一個單元哦，來做一個改編。歌詞啊，一聽你第一個你比較好記，也比較好唱。像廖樹啊，其黑木蟲嘅小雅、大兵、山拿、狗桑、甜、後堂、春苗。你啊，改編哦，個歌詞非常嘅重要，所以你在唱嘅時候，係非常注意你嘅咬字。其實一開始你在表演哦，哇，非常嘅電影像啊，就很有那種現場的那個動感哦。但是因為你唱兩首歌曲，超級瑪麗，對啊，裝扮。因為唱兩首歌曲，一定要先了解佢嘅歌詞嘅意思係乜嘅，你表態。還有呢，剛才你們在練習這個真假音的轉換，還有它有跨，因為一下高一下低嘛，所以是大跨度的一個唱法，往後衝。但是你隔壁唱兩首歌曲，我覺得你有一點緊張哎，感覺好像你沒有辦法 control 這一首歌，就是說你要說你冇衝得懂順哎，我覺得你還是好像沒有很練得很熟。這樣才1個禮拜時間，是這樣嗎？對吧？不過你已經很棒了啦，然後好好加油啦 ，OK。好，過一點了，下一次不要自找麻煩了。對啊，簡單一點的不是很好。好了，來看一下幾個分數啊？看一下劉美玲嘅分數。你自己要送分給他們就知道了，沒關係嘛，多做嘗試。對呀，反正哈能夠進入6強已經算不錯了。對啊，積分美。好，積分賽。好，加油，謝謝瑪麗兄妹哈。慢走。沙哈雷一條歌誒哈。沙哈雷經典的歌誒。哎呀，有沒有經典？最近也有兩個女生來這個翻，又再重新又把它 cover 過來了哈。哎，就係彭思娟帶來兩條。漂洋過海來看，好的，唱過啦。三分嘅相思啊，宿舍嘅做從意。第一個故事嘛，比較真實的故事，真實的故事係啲爸爸姐，佢嗰陣時當喺度上佢最瘋嘅時節，佢認識到一對泰國來嘅舞蹈家，佢特別工作也好，冇事情也好，佢就飛到香港去看。這種是叫做舞蹈家的男朋友。哎，你真經漂洋過海到去看他，後來才發現說，其實。他千萬分之一，為了也對你喊，為了也想來想去，煩躁無題。
阵的天天，泪泪浸在我心中变体戏。为了你的承诺，我的真情梦的思念，母子洒跌落地。伤痕的相思啊，宿舍的种种意。每次浮上我笔，每次恐吓叹息，观众会面对我满心的故事，在错梦太怀念。爱踪迹，蔓延的爱思念的心，我爱讲这两眼里，纯纯的真心里，梦中让你相依。嘟嘟嘟嘟啦哒给种从意，每次浮上岸边，每次恐吓叹息，观众会面对我满心的故事，在错梦太快里，表爱踪迹，蔓延的爱思念的心，我爱讲这两个你，纯纯爱真情意，梦中让你相依。我爱讲这两个你，纯纯爱真情意，一生最爱的你。感通影的歌哎，真的，哎呀，最近这首歌在很多那个音乐平台点阅率都非常高啊，这第一名哎。亚国的故事性轻穷，有什么故事性的？你看本来那个娃娃金志娟，就在今哎，本来以前个故事以前他的 partner， 哎呀，应该好朋友啦，你讲故事嘛。哎，你讲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故事我的娃娃姐，佢嗰陣時當喺度上，佢最紅嘅時節，佢認識到一位泰國來嘅舞蹈家，因為嗰隻時代嘛，兩岸三地沒有辦法見面，其實一天喺啲香港見面，古所講佢特別工作也好，某事情也好，其實避到香港去看，嗰兩時嗰隻男朋友舞蹈家嘅男朋友，你真給漂洋過海到去看他，後來才發現說，其實他是已婚了。對，然後鼓手講佢，他後來相信他有一段消失在歌壇的日子，在漂洋過海之前，他最瘋的時間就唔見佢，為了愛情很勇敢。雖然佢同李宗盛大哥講了件事情，那時候滾石要幫他做《漂洋過海》這張專輯嘛，他就跟那個李大哥聊天，然後他們在吃牛肉麵。講了莫十六哦，他回去以後進錄音室，然後大哥就說：“哎，寫好了。”哦，你那個墊着那個牛肉麵的紙都是牛肉麵的湯，牛肉麵的湯下後咧，我替白糖豆我姐攏來講了故事的時候，哇，我沒叫我當參與，沒叫佢第六人是禮拜度啊，叫咯，真的是哭到不能自已。嘿，有講那首歌曲，你還仔細聽，你就聽得到他那種哽咽然後哭完的聲音，但是也因為這樣子，那個感情是最真實的，我覺得很棒。能太好分享那個故事啊，好棒，好棒，好棒，真的。現在劇情很多也都有這種故事情節啊。啊，兩個嘅版本沒有七個故事啊。哎呦，你也有哈？對，因為你也是有。哎，我覺得我比較 fashion，因為其實，在梁靜茹跟艾怡良這個版本之前，其實我就已經寫好這首歌。哎呦，正經啊！不是啊，我改編完詞這首歌了，因為我係個叫我他們識嘅人冇同我高中嘅同學
见面，然后以黑伴奏，就一个女生，因为我们高中毕业后就各自分飞嘛，所以我们班就將我哋移落去台北讀書，所以偶爾見面，然後大學畢業之後，我就繼續考研究所，他就飛出國了，以去英國嘅伯明翰音樂學院進修了。那再見面也今年初的時候再見面，就聊了好多這10幾年中間發生的故事。然後談到一講我搞一個男朋友可是他是德國人，所以他們在英國是同學，可是他也是都是要這樣往返跑才能跟他見面。就談一講呀故事就上到亞叔講就。我不然，因為他今年結婚，他就結婚了，他就嫁去當德國媳婦了。所以我說，那不然我剛好有這個主題，我問你，我把這個歌拿出來用好。對。真的是，也沒有一條毛公羊啊呢。另外一個詮釋。對，好，那一位欣賞的公平。搶思維欣賞。好來。好，思源，要不要改編呀？漂洋過海了，可能七個有七個的故事，所以可能娃娃姐下東西冇嘛重要。所以如果我要希望給你一個小小建議的話，就會講，因為頭前的鋪陳，我顯得有一點點不是那麼的清楚，因為可能你自己的嘴型並沒有幫你做一個寬廣的一個標示，就是 build up 啦。所以有嘗試哈，因為客家歌曲底部有一隻當重要的嗓音的那呢，的的聲音，嗓音用氣，呀，幾隻詩它一直都要往後吞完以後再往前進，用氣有沒有？它要這樣不斷的來來回回，尤其係讀到，你有學音樂的人知道16分音符，你就很難轉過來。因為這個你就必須要在快音符的處理上面再更清楚一點。冇會發頭前的鋪陳，其實它是一種很平淡的默契，就是你必須要在這個地方去 build 他們兩個感情。你喺咬絲冇清楚，那全部都糊掉了。全部都糊掉了。冇會發你要做一個這麼好的一個模式做法，結果敗在咬字，那是不是就可惜了？這樣 OK 嗎？好，安子飛。我是欣賞，看在你欣賞。好，來補充啊。好，思君，延續思維欣賞講的，就是鋪陳這個部分，我用建議講，最難的就是唱歌的從講法從唱歌的，我自己也在學習。故說講為什麼會覺得你前面糊在一塊，就是因為列書歌曲翻譯歌太經典了，所以你把它改成客語詞的時候，你一定絕對會被影響。就像一開始的雨涵，它中間還有國語哦，它更難哦。那你這詞雖然說我們改詞的部分是沒有加減分的，但是你一聽到底，對你按中音的歌曲，它改發飆落來合不合理，跟我們的音合不合理，還有你自己是不是唱歌像說話說樣唱歌，就影響到你整個歌的鋪陳。但是整個我是很喜歡，我最喜歡就是你把我們一個光一講這種能力後面那幾句，我覺得你跟以前不一樣，你收的那個功力是很在的。他不是沒有技巧，他的技巧是往上一層的。恭喜你，我希望看到你接下來進化，加油！好，多謝晒。你哋可以下夾個分數啦。係啊，彭思權嘅分數。要強嘅話。做到新有名，對基層開始，基層對雙性嘅，係嘛？雙性係冇做過，雙性冇做過，對分性窗口。哦，你一開始就做窗口。督淺的嘛，定期啊，活期出金啊，對，劃撥，錢你拿進來，然後就放口袋。你哋可以下夾個分數啦。係啊，彭思權嘅分數。可以當成一個很好的結婚禮物。哎，你這個表情這樣啊，好像還不是很開心。你這個不能在婚禮唱哦。不行，我送來給愛不掉了。無言的結局也不行。不行。好吧。恭喜思權。回座休息啊。哎呀，好傻哈。
啥人最中意的啊？哎呀，冲本堂的呀！哎呦，真的吗？嘿啊，王心为冲中英，中英你迄改编嘛个？改编喜欢你啊！喜欢你，唔系俩一条啦，唐那句底啊。钟意你，心宇啊，唱给罗哥的。放心，钟意你，我一定会天天的陪在你身边。罗嫂 ，Hello， 罗嫂。你最后一句不是？对啊，哎，对，这特别唱给我的，对。嗯，是这样的。但决定分数的是评审哦。我老婆。罗嫂。还好我老婆不看这个节目。好听的一首歌。哎，你歌词是完全改填的呢。不容易。对呀，不简单呐。你对客家的这个词义来讲，对呀，你应该也不是特别的熟悉，你怎么有办法去改成？就请朋友帮我改。而且这首歌很难改，是因为它的中文很意象，然后如果照翻会变得很怪，很怪，对，而且客家话有一些是很直接的，对，很直接的，它没有那么的抽象或者什么的，对啊，所以很厉害哦，厉害，唱的也很有魅力，没有味道。这首歌还蛮适合你唱，
陈洁仪的，陈洁仪的喜欢。对啊，我刚刚那个前奏一出来的时候，哎，我们俩一听，哎呦，这不是新不了情哦，有一点像，有点像啊，对，好像也可以接进乐场，可以接。哎，他100周的鬼俩跳狗，新不了情。其实那也很经典哦。是是。哎，这首歌蛮适合你的。对呀，好听好听，好听听看，费欣赏用版秀。我觉得很棒，因为你选歌选得非常的好，非常适合你。但是我想要鼓励你哦，因为你唱歌的方式很浅，好，你的发声位置都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唱都是浅浅的。但是你天生有这样浅的声音，如果你每一次唱歌，你的肢体都没有办法放开，只靠你原来的甜度的话，会略显得不太够。好，我觉得我觉得上礼拜唐你冲狗给时间那样的一个节奏，你的脚从头到尾都没有离开过你原来的位置。今天也是一样，其实有一些东西是你可以带着你的微笑跟你肢体的感觉，我觉得在这首歌上用上会更好，会增加你原本的声音已经很甜美，但是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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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你看你多了一个这个东西，它那个律动就会更好，不会只是你单纯声音的表情，就差很多了。好，那其他的部分，我觉得你一定，我其实是非常看好你，我觉得你自己，要多练一点深度，让你的声音能够有深度。我觉得像雨涵的声音的深度就非常的够，看看他怎么样把那个声音的深度唱下去。你呢，因为声音比较浅，所以你要开始往下面延伸，从这样子开始一直延伸，一直延伸，一直延伸下去，然后你可以浅可以深，你的假音用得非常的漂亮。接下来就是练你的深度会更好，加油！好，多练深蹲。哎，深蹲，真给友好啊！真给友。真的有用哦，真的吗？当然有用啊，因为腿是有用的，因为这样你的下盘，你的那个下面的那个根部会稳呐。对，你唱歌重心就能够稳。你可以靠着墙壁啊。对啊，靠着墙壁蹲啊。我会啊，我会。会。还要听雨欣老师也来帮我们讲解一下。老师好。刚才慧茹老师有讲到，就是说你一首歌曲。其实我们听到，我们希望有一种层次感。什么叫层次感？你听一边冲，然后听一边冲，主歌跟副歌。给你一个建议，我不知道你平常练歌很用版练啦。如果只是听着旋律，每一次从头唱到尾，我觉得有限。给你一个方式，你试试看。比方说在歌词，那你拿到歌词之后，你先念。那念基本上第一遍。2遍3遍再唱，你一定会发现不一样。然后你从念的当中呢，比方说，第二首歌给我前面了有很多句中英语，中英语。那中英语我什送给你是中英语带点强用金字，中英语对爱甜烧给你，中英语对爱冲狗给你，这很多中英语。那每一段你要怎么去表现它的强弱，跟你表现你的语气。就像讲话一样嘛，那你是主持人，你应该很了解。就是我们唱歌的时候有旋律性，你唱的比说的好听，说的比唱的好听。你在我们听到你唱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你不同的表现，用你优美的这个旋律来带动你的歌词的一个意境，让我们更有画面。我觉得这首歌你可以唱得更好，也就是说在强弱的部分，更细腻的去分析它。一首歌曲如果你分析的更细腻，你唱起来我们听的我们更陶醉。当我们陶醉的时候，被你感染那个气息，你分数就会越高。OK， 加油！谢谢老师。刚刚我应该站在你旁边，你会更有味道。对，下次可以这样吗？对，你下次如果唱类似这种的歌的时候，我可以啊，我没有，反正我坐在那旁边也没事啊。你下次可以唱《新不了情》啊，《新不了情》，他的片头不是推着轮椅出来？好有意境哦。那个我可以耶。那个小康可以，那小康可以，小康比较适合，小康比较适合。那一般就限2条狗尾好了，看一下牙粉丝啦，看一下彭晴一个粉数。好，继续加油！谢谢。
啊，钟意你啊，钟意你，干嘛的呀？我们钟意你啊。好，流行族没啦。传统族啦，传统族啦，有冇跳海流行族啊？会怀念的呢。跳海流行族，流行族讲真呀，他的所有参赛朋友表演都真的非常的赞嘛。系啊，哦，传统族咩？脱胎换骨呢，冇错。所以传统族按做唔得输记啊，唔会输，做唔得输啊！你流行歌族，听一礼拜咧，继续变变下去哦。上礼拜分数较大，哦，系啊，做看认真对喂。哎，都要去听认真啊，全部都认真，全部都认真。好了，加这场比赛，介绍比赛是上来。罗英先生，查体贵先生，潘淑峰先生，冯平淑先生。哎呦哦，罗英先生他先坐大位嘞，每一次都是小三的位置，你看排在第三嘞。哎呦，今天扶正啊，他扶正了正宫的嘞，扶正了，哎呦嘿嘿。我堂给他上音啊，不以讲他鬼子啦。来，向英先生。好，大家好，今日嘅主題係表出好名聲，主要就係參賽者，然後自家工作，韓國大表嘅歌唱，透過歌詞寫出來，自家唱出來，除咗感情嘅表達之外呢，韓國強人也非常嘅重要哦，大家加油！好，非常自私的一個。我有蠻嚴厲講啊，公平有咁簡單嗎？矮那樣啊，都講兩鬼子，對啊，好了，有請 TV 場上面。馬秀米帶來3個字。好嘞，躺啦。今日咧主題變出好名聲啊！係啊，唐公記啊，佢做保姆，保姆哦，做到係個名聲一體，你冇？所有嘅家長嘅全國都親就錯，不拉出來嘅字全部都要親記落帶啊！哦，這是有人來問啊。文有人來隨時有人來問的哦，出名的保姆要有緣的，有緣的，你用辦看有緣啊冇？實踐嘟好啊，實踐嘟好。看見個面喺演呢，佢就帶啦。哦，那條喺面呢，方方正正的就做唔得啦，瓜子臉就做唔得。我像許孝順嗰種就都唔帶，面演員。像我哋種演員的就做得啦。金頭，跑啊，跑啊，跟人家帶一朵誒啊。3隻哦，讀9年呢，差唔多3歲，佢是讀書，就是個土家長。哦，讀書嘅時節佢就有學校嘛，學校就跟安親班嘅，所以安親班就唔是帶，哦，就講下出來就本開始就帶。對呀，很棒的保姆哈，希望你把這個愛心繼續這個傳言下去。對呀，我覺得帶小孩哈，
我们算是他第一个老师啊，人生哈就是改，然后去土豆后也我觉得很欣慰，对呀，因为小孩子哈该基础动重要，对，然后去土后，对，土豆按肥肥胖胖哈，还会生病啊，对，抵抗力嘿，动好嘿，啊，看到个声音当然台哈，啊，都按会怕哈，会喊就会讲话嘞，是都有成就感，对，都有成就感，真的那个小时候那1、2岁的时候那种，就是有没有在胎教啦哈，然后出生1、2岁，他会3岁以前，没3岁以前那个搞起嘛，该给我听心的，基础的那个，真的就好像雕花有没有？雕树有没有？你把它小苗，然后雕好以后，它长大就是这样子，歪的、直的什么，你要知道雕到什么样都可以。对啊，赢在起跑点，对，好，好，做扣了哈，冲对了，唐先生公平来，向英先生。好，马太仔好像呢，你係做保姆，咱講嘅免用可以來當吃香，大擺好可以講話就小秘密咁樣先哈。基本呢從嚟3個字呢，其實非常嘅好哈，韓國我感覺出得懊惱嘅就係呢個咧，第2期韓國第4期愛數每日嘅時間嘅上，談起來當強力，吼，未當本人感覺講，戲未當少，數都未當獎，吼，兩我感覺係呢禮拜從3個字嘅優點。咁個實下來上係本日建議就係應該第2期啦，第3期吼，嘅數每日我要注意到呢從3個字嘅時，全部係按樣去數，吼，我會感覺講，可能下要到4啊，吼，你頭先就講嘛，其實強人也當重要，你睇數每日嘅時要到4，呢個變化冇強人，呢個上入安講，係唔係做得要點冇強人嘅數日，吼，加那。好，你大概嘅3個字就會按數啦，哈。不過還有當到其他嘅數每日嘅方式，我想做咧這個可談看啊，然後參考一下。我相信你上安講哈，運動漢做得有很好嘅表現，是冇呢？好，是冇先生。可以下改本書的。看下馬旭你嘅分數。是冇先生。基本上第1禮拜然後我們上禮拜到不？92啊，進步2分哦。不差，好，再繼續加油，好不好？好，謝謝你呀，加油，非常好。好的，撒下來，嘿，陳建基帶來平板。哎呀，大哥呢？
啊，genki熊啊，啊，谢谢你好。哎，一啲人咧姚真师傅啊，哈，已經做到一多年咧，32年呢，32啊，32啊，超過30，從係22歲，22歲做兵退伍以後就開始做到呀，對啊，佢啲家嘅油工咩做到先有名啊，對。大兵出名嘅，大兵出名嘅嚇，大家單臂都有做過嘅，做過對基層開始嚇，基層對鬆性嘅係嘛？鬆性係冇做過，鬆性冇做過，對分性窗口。哦，你開始就做窗口，督錢的嘛，定期啊，火起出金啊，哦，對，劃撥，哦，錢你拿進來，然後就放到口袋，櫃台啦，櫃台，基層哈，然後做後線就有工作，後勤的工作就變。窗口收來的東西我們處理。哦，所以啊，希望繼續安尼做得下去啦，哈，就快快樂樂嘛，哈，誒，做生意。有閒做得搞李總，搞人去衝搞山歌，就加咁如果鄉親朋友哈，有好衝山歌、衝客家歌謠嘅，就大家研究。對，我都跟學生講，我是跟大家一起研究，教學相長，不是來教你，我們大家互相研究，我們一起進步。對，同下進步。對啊，好啊，好啦，安尼來創作，唐先生講邊啊？先生好。講到一個經濟先生哦，實在講，佢哋好老人。要能夠寫出客家嘅一個歌詞，還有要一個品質要壓到，實在也冇簡單啦嗬。雖然有兩曬差唔多，但是講出講人嘅心聲，伊咧做保姆嘛，唔係做要求噶。所以嗬講好多人寫歌詞，也就會問下老嘢打擂台，本讓大家去練習寫一個歌詞嘅機會。本每日禮拜來必須。不管你係幾個前3名，甚至講一個演出嘅按到名來講，前6名來講，做得會寫歌詞咧，冇簡單嗬。歌詞創作係咪要加簽到嘅人才？真係，佢本身貼一個綜藝當中，所以你猜唱不管迷遠嘅時間，也韻腳全部做到當度哦。但是啊，你講起來，唱歌唔是講。都就按上頭啦，你好，佢人講係要從強嘅事咧，所以佢以為佢做呢種嘛，所以也來唱全國就當時，但是不管啦嚇，佢咩佢自己本身唱嘅嚇，佢要呢各方面、咬字各方面全部都要做到，再繼續加油。什麼先生？好，你看一下這個分子哈。看一下前經理嘅分數。到同太學士哦，煩難。2-3年前伊到龍太學啊，所以佢有舉辦歌唱比賽，這樣係做評審配合。這樣是安尼表示個評審的水平冇以後。前經理嘅分數。係。雙禮拜有個。96號。哇！前段班。結婚所以2禮拜你就加個麥上面都。就加歡喜咧吼。唔怕啦，還有4個禮拜，5禮拜。好，謝謝安子謝謝。好，回做休息。好嘞，撒下來呢？撒下來，前面書帶來樂山歌。好嘞，等下啦。萬里。
见心将精神，认真做共用退休。好心情面试泰哥，很掐紧你啊，掐紧你好，你好你好啊，紧你好，好，他还是人家放门给他拜，啊，他还提供之前那个石化、石油化学运输行业，发运输，就是石油化学运输，来讲一下人家个事迹，你用第二个行业标出名。刚刚同讲啊，要咧基层员工做一样，我视察室他们有半年，是个太连接厂啊，事实上有半年，半年做一个那杀那个演那个种，系啊，也有一边也有脱衣没有，做半年，下来就做主管对，这样调女部员，因为我头家他有坚持就讲。我有个基层的做戏，唔係講空降部隊嘛個博士嘛個嚟做，可能較磨，較效率磨好啦。人家基層的人就親了解啊，呢基層嘅辛苦咧，文化嘛，對呀，所以就必調啊做多經理，做一段年是做個做28年，談講退休的時間，哦，還幫他那個盛大舉辦那個喜宴會，公司辦一場，嗰個客戶樓嘅協力廠商要讓佢辦一場兩場嘅。是給那個歡送會啦，歡送餐會，也表示對年好啦，周年成功，表示佢周年成功。講下總裁係咪先幹什麼嘢啊？因為像嘢，參與3檔嘢本來講，對啊，就講做顧問做，做顧問，有幾支嗎？有幾對啊，3檔顧問做，本來撩3檔嘢，本來出過去撩嘛撩。還有包括隻颱風包，本來，包括獎杯搞隻颱風包，本來意思是講，係咪講人家退休嘅3檔嘢本去撩啦，哈，薪水做法，你去撩嘅那個骨頭個咱出錢嚟啦，做顧問啊用，也很就做專業做顧問都得，冇啦，冇按好啦，做研究差唔多3檔嘢啲啦，3檔嘢顧問啊，係啦，不過交接時間因為喺度看唔掂，不顧3檔嘢啲啦，有沒有親好咧啊？哎呀，沒有，哎呀，已經退休了，還有2種福利。哎，我都冇啊，我都退休以後做到也係顧問咧，啊，就不得了。你關係冇啦好啦，關係較好啲，對嘛？我要做30年的顧問。結婚咯。哎呀，辛苦啊！對，要咩夾個標出名上嘅那個咁欣賞啦，哈，對。個果子要去加甜嘅，哦，問一下欣賞先，看甜到樣板啊，哈，來，秀峰欣賞，好，什麼？你美術欣賞吼，講實在，你唱歌誒，你係唔會緊張係啊？很緊睇戲吼，我也係鼓勵你根本收入嘅參賽者你6位吼，因為你係已經經驗6強啊吼，盡量不用係輕鬆的位。唔計一緊張啊吼，你像你剛剛有幾位個商人嘛吼，就美術咪強壯，人家個缺點嘛吼，就係講你計從個數個美人嘅世界啦吼，你做嚟數到美人商人必做他人的位。你看個商人規則呢，必寫出去哦，個商人就變態的書迷啊，個糖類，你講無奈糖。
糖果的动强无耐糖，你还做变素养啊，吼，变那个6强啊，变5强吼，故说吼，恁样诶，本给评审欣赏，本你所有的观众朋友听到讲，哇，你个上人唱得真好，哇，我逐礼拜我都上去听家歌诶，这种的响应吼，跟出成功诶，跟上人的掌握哈，所以你去讲吼，不断的去讲进堂去讲上人，吼，还有啊吼，今日各位除了就讲收入听一机啦吼，像听一机个数每人数都变态，还个最每一机啊吼，讲用退休好心情。你知道唔知我说66吼，个上个吼偏走诶，唔知创那9万18块吼偏走啥变到好心情，好心情出唔错啊吼，好心情。好心情啊！韩国你可能面前嘅用力挺多诶，都每年嘅时间哇，督上啊點睇冇诶吼，繼續動態嘅拜比啊，樣嘢加油哦！這台唔看一下大家分數來。看一下下面書嘅分數。分數也好啊，93。上禮拜多少？96。96。十邊變去，安尼還有到禮拜5禮拜對吧？最尾10禮拜係5強嚇。5強啊！好，加油！哦，謝謝，差幾年先。差幾年。沙雷往興華帶來平白。好嘞，等啦。主持人好，哎呦，今日作业真惨哈，感覺起來佢做做我哋黃金嘅事業。黃金嘅事業啊，唔可以查，唔可以查嚇，唔可以查啊，正經係哦，唔係見係哦。我要本數變黃金哦，真的呀？你這真的做？我本年都喺汽車工業啊，汽車廠啊，做20年。汽車廠哪一間工廠？中法。汽車，福特汽車，福特，做20年，還有啲同學啊，在工研院嘅同學啊，嗰啲同學都超講啊，你還有隻新興事業啊，我看新興事業呢，即講緊啊，一多年前，22年，82年噶哈，哦，這樣子，加冇人做啊，經濟咩漲，按台灣嘅經濟漲仲貴啲嘅，加講。上都講黨後村啦，用上嘅啦，用上嘅，一種講黨後村，用嗰個瓦楞子嘅下腳料啦，冇什麼嗰個廢報紙啊，回收哈，再來搞那邊製獎，是拿來塑造一種模型，啊，種東西嘅，緩衝包材啊。
再利用，再利用，做废物再利用，变要做一个木一塑造塑形出来。给做出来个是要做乜嘅？係啊，所以講，你有手機啊，跟我不要隻包手機嘅黃黃啊，跟拿嚟搭配啊，跟住啊，手機拿起來跟存的是啊搭配個啦，哈貝啊，那個包裝紙嘅東西就是環保材質的包裝紙類的東西啊，環保材質。固定收集固定那個就黏膜嘅東西，唔係講乜嘅種乜嘅。唔係嘅種嘅垃圾嘅種。唔係嗰種。有個工廠嘅紙箱嘅裁切嘅下腳料，專門有印刷、冇印刷，有印刷有含鉛啊，嗰啲會檢查會唔同個。環保嗰種。尤其係歐美嘅掉啊，當沖絲也係重金屬，對，經過 SGS 檢驗。SGS 檢驗，冇重金屬樣做的。佢做到一下就睇條價，可以多錢。我係退休嘅，冇賺到錢。佢也是一樣，目前有啲做，是做環保啦，做環保，所以才會社會盡責任。沙皮企業啦，對，社會企業，所以良心事業啦，好，免費都賺錢。對，這良心這個不可斷啦，還是繼續要做下去，永續經營下去，還要緊做。係啊，好，真，加果子咩？即個下嘛，即個條嘛，即個下。嚟看先生咁講用辦啦。陳必樹先生，先生好。汪大哥你好，嘿，我感覺從到兩晚哈，大家嘅上映全部動好啦，所以我們會更在雞蛋裡面挑骨頭，我感覺聽一句第二句啊，屬你後面加了一個稱字呀，對不對？你感覺加這些稱字的時候，其實有時候是要輔助前面要講的那個句子的意思。那個從下衝掉去，我就會覺得它多了。屬你呀，你可以用一點，又給是接功法，給是接下豆，又給是接衝給下豆，可以去調整。那唐一瑞嘅時間呢，去會感覺，你有把這個意思表達出來，哈，還有的那個尾音的時候啊，那個唱那，你會不知道是因為還有一些緊重，還很用白音，就是會已經變成16分音符跑出來了。原本是8分音符的那種轉音，可是就是小小的，那可以再控制得更好。結果間奏之後的體一扎實。辛苦給辛啊，就那個音就有一點點不太準，好，所以間奏的時候，其實要讓自己的心更穩一點點，一唱出來那個字，就要讓所有的人都已經被你的聲音吸引到了，繼續加油，謝謝。好，謝謝，好，我哋就看下分數啦，哈，看下王刑法嘅分數。好。先生係講得到分數清大哦，叫乜嘢哦？清高分啊，96分，96分，恭喜刑法哥誒！係啊，厲害喲！分數做得啦嗬，做得，喊到到嗰邊，這邊還有5禮拜，好，你這邊好，安子姐，好，專業幫助，謝謝，好嘞，沙雷，還有上組嘅又來咯，吳皮雲帶來咯，三哥，來等啊。
窗绿你好，平好。那你用大班像做瓜一样啊？哪有？哪有？很慈悲的感觉，好像观世音菩萨。做点透光的。观世音菩萨。好嘞，好嘞。不会啦。这个要庄严一点，不能笑。很慈悲，对啊，法喜充满。好啦，公司啦，公司啦。你打标章有名，你用的标章有名哈？因为我遐系学生的，学生的，然后又会练冲，又会实习，又会上课，然后读书，实习嘛个东西？那个长照的，好有爱心，辛苦，按那路上就按有心嘛啊，真的。没办法，因为偷牙口啊。哦，偷两口啦，对哦，不得已做这个，有时候也会不务正业啊，对吗？因为亚哈不务正业，因为亚哈就会平时你实习，然后一整来都5点，然后都半夜5点嘛。没啦，下晝條5點，實習所嚟做都不下晝條5點咧，因為冇像。有的人可能就有限時間，然後就跟練歌。有限時間，跟練歌，跟練歌啦。我專業木口，我幫到面床，我做衰魔個，衰到我半咯。冲都冲你带给不好用哎，黑妹。哎呦这个我也有一次经验啊。还没试过。哇，就是太甜没？哎呀惊醒，然后赶快坐车，然后到学校哇，还哇怎么办？升旗那个快升旗典礼了，然后我就爬墙有没有？爬进去，哎呦奇怪，今天操场怎么没有人？没有人呢？啊？怎么会这样？结果还有慢慢爬进去，然后就走，然后碰到一个在校的那个住在学校宿舍的一个学长。我说：“学长，今天怎么没有人？今天补课啊？”夜困啊！我有一摆没用，我係冇空用誒。我喺平常時會吼遲到嘅，結果今日考唔錯啦，踢做多咧。結果你大傻大 V 同學行過了，可能就又要退出去看一下教室有沒有錯，這樣。哎呦！你慢走。好啦，通順了哈。對，來，唐先生講評。陳先生。好，培潤吼，最近後生就係本錢創起，你係羅山歌，因為佢做得欠創人嘛，所以你創起咗一些當因最強來唔創嘅人吼，你全部撈佢做到當好，來到當創，數目也數到當獎吼，譬如講計你係天意嘅願愛獎，吼，你片就創到，你彈起來咪輕舒爽啊，吼，就係冇壓力，按個你計你係有素養。好，就係你書每大家都數到當獎，好，咁個撒下來就係你後生人愛學習嘅韻味，好，因為韻味係當到你係生活嘅經驗嘛，韓國你係從嗰個歌唱當中學習到嘅，好，所以你係韻味嘅部分，韓國經驗感情用班撈佢唱出來，咁可能就係撈現場其他嘅參賽者係冇強人嘅位所，所以我希望做得這個係。唐日下當到你係線上啊，又係鉛筆嗰啲創嘅老散歌，我想對你認當入動態嘅幫助，
吼，和其他嘅唱到都当好。当然你也比到妹吼，最近其实大部分係因為唔盼得大家都唱到安好吼，所以撒下來還有其他嘅結婚賽，可能就會最近吼雞蛋裡挑骨頭，希望你做得很下進步，希望你。係，就像英英先生講嘅吼，呢個上動好，我就係要用呢個本錢度嘅唱歌。对，就是你的本能，就是我感覺喺我動到嘅經驗，做得本下要動好嘅表現。到第二句啊，唱強愛張韻愛講，這個唱跟韻啊，會覺得這個音好像有一點點不是那麼的穩，可能你那個氣要再往下走一點。連衝陸陽這4個字，我會覺得感覺。打一沙子啊，就每一個字好像都唱的一樣，一顆一顆的。其實你有影排音定哪一個字要唱比較重，哪一個字要比較輕，其實念出來就會地。對你講一次第3句的歌詞。連衝陸陽，有沒有發現連衝？你這個衝就會稍微輕一點。那在唱歌的時候，其實用講話的方式，你就知道，哎，哪個字可以多，哪個字可以少。從一類就會冇強容。還有那個尾韻啊，你感覺你都會推2次，一次，就是好像每一次都是做一樣的事情。也許可以第1次怎麼樣做，第2次怎麼樣做，就會讓人家很期待，說你下次想要怎麼唱。對。再加油，謝謝。哦，應該沒什麼變化。係啊，做得到一些些變化啦。但是懂厲害啦，因為有聲音做陣客家嘅傳統嘅三大跳唱到啊，不得了，對嘛？嚇。很乾卷嘅。係咩？嚟看一下嘅分數。吳飄元嘅分數。講呢本意思係啊，講到啊，你係遇到到分數可能動在就。佢係本係建議啦，唔係講動差呢。係啦，幾分標準啊，他一般充分以後了，20分。好吧，加油。好，繼續加油。謝謝觀世音菩薩，謝謝。法喜充滿，我佛慈悲，謝謝。接下來係林義健帶來3個字。已經睇過，然後。喂，已經睇過咧，水型嘅神啊，講咧別啊別啊，阿神，幾家神幾家唱高總講嘅，但是這色態有韻味啊，輕柔咧，差唔多懂爽，懂爽快啊，暗爽。對啊，自家衝得咩爽？係咩？嚇，自家衝都要爽啦嚇。
有啦，有啦，冇爽要做的。唱到6强了就懂爽。你之前的编很多版有贵也有编到6强嘛，对吧？张有办法建议。系啊，前3名。之前忙是经过演出的嘛。忙是铁白，有编到6强对吧？很赞，很远啦，很远啦。冇啦，实力。来讲一下今日那个主题，编出后面上。2-3年前去高雄太福啦，是佢嘅有举办歌唱比赛，將係去做評審。好啲嘅啦，做只評審就係係因為多少來學也係成個研究也係成個。如果你做只評審，當然要研究成個當出大。唔係個強頭來地要談説。因有法度做評審嘛，就單單從一條一種喺強頭來講。做評審唔是較實惠哦。佢用時安尼表示個評審嘅水平冇一好。高雄太好有人嚟客家好演嘅。係啦，唔係凊彩，唔係隨便唱嘅。唔係，假使講佢其實係創山歌唱係叫佢響係去做評審，就本係一隻詞事。都要客家山歌，你就會去研究。好還要更好，精進還要更精進。你像係唱每首歌行，係都當識嘅。當你我講又唔係有，唔係講有條歌詞那本唔是真係唱上咗。又講真，講唱雙禮拜用嘅五件嗰種表現，哇！真的，就咁咩鐵牌嘗試啊！真的，我覺得。廿八日好啲，我哋落6強，落嘅年度上係唱很多歌，所以係學當多東西啊。1號啦，還有5禮拜，看你展現乜嘅魔空樣東西，幫人讀嚟聽。真難咧，特別唔要唱乜東西。我相信你啦，你有辦法啦。冇問題啦，來，唱幾個先生。好來，童年歌以及先生哈，你俾帶來一山歌子，嘿，我哋西來一般來講叫做高原山歌子。佢創咧除咗一高原以外咧，佢每日一個飯後天意加貼詩，加貼詩。你唱解啊？佢講教太師範啊，一個山歌子啊，交通太學，佢並冇寫交通太學，你寫出落去都冇七十詩嘅啊。所以留到就要用貼詩來，咁有辦法同佢貼落去。佢也將一貼詩，就有辦法將歸屬嘅內容，然後解釋清楚。冇七十詩我寫唔出。也佢叫你也做嚟相當特殊啦，嗬。所以坦白講，也佢韻腳啦，甚至講民謠全部也裝嚟清好。就唯一啲啦，佢一起嘅時間，山歌嘅山詩啊，其實冇用按重嘅上，就唔會按技巧上，響去創意，佢教咩叫交通體學，有冇？佢到位就有一樣情況，但是你個人部分也處理到以後啦，到最尾講對大嘅時間，尤其佢一條八度音歌，佢實在樣也冇人改創，但是而家原來也做得清楚，就唯一嗰些。佢咩技巧上，下呢種樣保持原味，繼續加油！也技巧上我係死人，冇辦法。意見先生講實在我啷鼓勵下，今日你6位參賽者就從了范仙山歌子，你講了很多范仙山歌子而家運作來今日算係1等1嘅講實在我諗100分鐘唱嘅尤其嘅天意嘅人第一事情對大對，而家家人嘅家人賺了當家，真嘅我希望喺埋啲播出嘅時間你收入線數做嚟看一下，你講唐山歌除咗唐人韻味，上唔你去用啲韻來搞來演示過去，嘅規則嘅話，人講嘅山歌嘅味道如麼就會出來，咁本人聽到就會。你有變頭你我本人見談見上來談，唔錯唱嘅時間啦你見譬如按動詞演也個肢體語言啊，規則嘅表情啊，就唱個動詞菜所以你數個表現得當好，加油，謝謝。謝謝，可以講個文書哪裡？你的文書。對。
辛苦有推家，辛苦有推尤其喺交通太空係學真久咧。哎呦，繼續研究哦，繼續在編啊，繼續創下，編出好名聲嚟，嗬，編去天命嘅，天命係董相啦，董相啦，董相，唔想買對象啊，係咩之相嘅？有相啦，有相啦，好啦，希望哦，祝福你啊，謝謝，多謝，準備到走。啊，好多各位朋友繼續嚟報名。打電話0966676672，還有傳真電話0227478131。好，等一下他嚟報名啊。打電話來。好，今天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還沒有多謝辛苦的評審團長，謝謝。辛苦嘞！還有女班弟兄變下一啊！加油加油！變下一！什麼小江老師還有個崔欣賞，辛苦了！謝謝老師們，謝謝。還有我們工作同仁們，大家非常辛苦了啊！下禮拜我們記得一定要準時收看呢。老年大比賽，老年跟他來，再見，拜拜。落雨哦，咱到尾写到冲风灯，发包一条无标，行云流水马悲下。落雨哦，落雨哦，不是眼泪。是歌，一句一句，情用发浓。莲花，莲花，残芽落尽，风转红，泪泪爱笑。不笑，春风竹帘冬桑影。莲花，莲花，开到世界第三个。点开，点开，富贵庆上色。古一发。